每日安全組會由地盤經理同安全主任帶領，組會提供打氣頻，提升員工士氣，仲播放激勵士氣嘅音樂，盡情令到每位員工汗水揮發，散發人體嘅天然香氣。安全主任話：有汗出就有糧出。地盤經理話：每日準時嚟到會場出汗，仲可以年年益壽添。咁多好處，所以每次我一定 mark 個靚位。之後，安全主任就每日重複咁幫我哋喺安全用品上進行安全祈福，真係用心良苦。我感覺到安全主任對工作嘅熱誠，仲有心中嗰一團火係唔會熄嘅。嚟嘅工作，除咗檢查棚架同埋防墮嘅設備，開工前要揾拆棚合資格嘅人士講解拆棚嘅步驟，將要拆棚嘅地方圍封，貼上告示，仲要派人去看守。各位工友早晨，今日天氣咧有成30度熱，如果喺戶外工作做嘢嘅工友咧，就記住飲多啲水，同埋留意自己身體嘅狀況。咁如果發現到自己身體有唔舒服咧，請盡快去陰涼嘅地方休息下，同埋通知我哋現場嘅管工。咁我有請我哋今日管工講一講我哋今日有咩工作安排同埋注意嘅事項。全主任，各位工友早晨。今日 C 區咧，我哋係會有啲拆棚嘅工程，咁嗰度會有啲潛在嘅危險嘅。咁嗰度我哋會有啲圍封同埋改道嘅措施。咁請各位工友根據現場嘅指示嚟行。唔好亂咁闖入我哋嘅圍封區，如果唔係就會好危險㗎啦。拆棚嘅工友開工前要檢查下棚架係咪穩固，一定要有足夠嘅獨立救生繩同埋防墮設備先至好開工。最後進入高潮，地盤派發安全印花俾出席嘅人士。我同工友最開心嘅時刻，梗係攞安全印花啦！集齊指定數量嘅印花，就可以換取指定嘅禮品。現時中國建築所有建造房屋地盤都有派發安全印花，獲取安全印花條款非常容易。每名員工首次進入地盤可以獲得印花卡，只需要每次準時及完成出席安全組會，完成各項安全訓練。喺施工現場有良好安全行為表現，每次被選為每月安全工友，提出創意並可改善安全健康之意見。首30日內安全表現良好，仲有額外獎賞。我有嘢宣佈，就係中國建築地盤安全印花每月精選大獎，電視機1部。正式開始，有請我哋嘅地盤經理黃生，同我哋嘅得獎者潘先生。恭喜你，你已經成為中國建築安全信得過最佳工友，將你張相刊登中國海外月刊688期，仲有安全信得過最佳工友網上名冊。